来看澳洲太空总署伫咧1995年有发射一粒卫星 ERS-2， 已经伫咧2月2日暗头落入来地球，伫咧太平洋顶悬的大气层烧掉。目前也未有人讲看到这粒卫星落来。 雷达追踪阿公级卫星 ERS-2 的对路进行，时间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7点17分左右，地点位于阿拉斯加甲夏威夷之间的北太平洋对面，离美国加州以西大约2000公里。澳洲太空总署伫20世纪1990年代发射2粒差不多同款的地球遥感卫星。Researchers will be able to accurately map. 不过，伊并无方操控转来地球，无正常运作的推进系统引导对路。澳洲太空总署计划大部分机件会伫大气层烧掉，不过一寡碎片可能会进入地球表面。根据迄当时的法规，卫星伫停止运作了后25年内，重返地球是规定上防稳准的。不过，即马新规定对卫星停止使用的宽限期是未当超过5年。未来发射的卫星需要配备必要的燃料，甲具备伫短时间内自行脱离轨道的能力，以避免伫愈来愈客的卫星轨道中受浪。那看甲目前当伊设置伫太空基地的探测感应技术，追踪太空本色。In order to have information on all the objects at all times. 2011年 ，ERS-2 运作终止，原本伫地球底面780公里的所在，工程师用伊最后燃料将悬度降低到570公里。迄当时就有55年来会进入大气层坠回地球，即马是停提早到2024年。这粒重大约2.3吨的遥感卫星是迄当时上先进的地球观测平台，用来追踪陆地海洋甲空气中的变化，和俄罗斯澳洲地球观测的始祖。公司新闻因为连编译。